政府应该照顾弱势族群。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到去年为止，咱国内65岁以上的人口是已经超过429万人，其中独居家己住的老人推算上无有67万人。也毋过根据卫福部的调查报告内底说写讲，咱国内独居的老人有39万人，若需要坐车关怀的敢若5万人，两个数字是斗袂嘛袂对同。老人福利联盟就表示讲，实际上需要关怀的独居的老人，哪有可能亲像卫福部讲的遐少？建议卫福部要重新检讨。随个人化甲囡仔生少影响，家己一个人住已经真侪老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家己一个人住无一定是经济无好，不过可能稳重真侪规矩。老人福利推动联盟讲，家己一个人住的老人可能较袂晓用电脑甲手机啊，较会互诈骗集团锁定目标，而且万一伫咧厝的半岛也破病，一时间可能找无人斗相共。他跟社会、跟他的家庭都断裂的话，像这类型的长辈就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内比较没有人提供这样一个紧急的支持跟协助。另外，联盟分析发现，卫福部的独居老人定义可能范围伤细。根据内政部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全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429万人，独居老人比率是15.6%，推估至少67万人。不过，卫福部老人调查报告却是指出，独居老人比率是9.11%。独居老人人口只有39万人，两者差28万人。若必须列册关怀的独居老人人口也只有5万人。内政部的那个数字其实是一个纯从户籍登记资料里面做一个统计，卫福部在做的，我们实际上在处理的范围，则是针对独居的长辈他需要关怀的对象的人数。社会团体建议，独居老人定义应该搁放宽，即便是家己一人住，就是看做是独居老人，并且鼓励这老人来做社区的志工，互独居老人无孤恼。也若卫福部是回应强调，地方的普查实际上需要关怀人数，调查方法甲定义拢甲内政部无共款，照这数字上的差别，未来会继续来检讨，真正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